后来继续来看中华田尾即窟田生做真无共，白做一束一束，都有人滚耍笑讲稻仔去互绑票咯。附近的农民讲是稻田的主人，惊稻仔倒圃浸水不牙，才规气甲绑起来，安尼较袂倒去。专家讲，这款的方式确实是可行，但是也是建议农民肥料用较少咧，避即个避免稻穗伤过巴甜。中华这个稻田内稻组全部拢甲伊捆绑做一束一束，看起来真特殊。有人讲，是毋是外星人的杰作咧？最近大好是收割期，到底绑做安尼是要创啥物？看到谁把它绑起来扶正而已，把它扶正而已。哦，好好好。应当过来该扶我讲。该扶我。原来是因为稻穗上满啊，加上前一阵经常落雨，惊稻啊倒落去浸伫水内会不牙，所做出来预防措施。农业专家讲，这个方法确实有效，比较容易会有穗上发芽的一个产生。那这样绑住的好处是可以减少这个穗上发芽的一个情况发生。但是呢，这样的话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需要投入比较多的一个人力。专家提供彻底解决的方法，是农民家己爱注意，爱减少使用肥料，避免这稻穗伤过巴甜啊，安尼就会当避免拄到大雨起倒的问题。